唔好再誤會啊！重疾險一開始根本唔係用嚟治病噶。你有冇諗過呢一種係我哋最難嘅時候可以幫我哋撐一把嘅保障呢？一開始並唔係保險公司發明嘅，答案真係好意外。發明者係一位南非心臟外科嘅醫生，佢個名叫巴納德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，巴納德係醫學界嘅傳奇人物。喺1967年，佢就帶領佢嘅團隊完成咗全球第一例嘅人類心殖移植手術，用手術刀為咗無數嘅心臟病患者打開咗新生。但就係呢位醫術高超嘅醫生，長期臨床工作入面，見到太多令人心痛又無奈嘅遺憾。好多病人經過佢手術，明明已經喺鬼門關拉翻轉頭，手術成功率好高，但出院冇幾日，佢哋就逼住要翻工。點解？仲唔係為咗養頭家，又有樓貸要還，小朋友又要讀書，長輩又要養，邊一樣係唔使錢㗎？根本唔敢安心咁休養，去到最後身體過度透支，病情復發，只能遺憾離世。見到好多呢悲劇，呢位好心腸嘅醫生講過一句好扎心嘅說話：我可以用手術刀挽救病人嘅生命，但係守唔住佢哋疾病壓垮嘅經濟生命。呢句說話說盡咗做醫生嘅無力同埋牽掛，亦都因為呢一份嘅牽掛，先至有我哋依家講緊嘅保障。好多人一直都會誤會，以為重疾險係用嚟俾醫藥費治病嘅，但佢一開始嘅初心真係冇咁複雜。佢真正想做嘅係當意外又或者係大病來臨嘅時候，我哋冇辦法正常工作，冇收入嘅呢幾年，依然係有穩定嘅支持，唔使為咗三餐而奔波，唔使放下尊嚴去求人，唔使令家人一齊捱苦，可以安心養病，有尊嚴咁過我哋嘅人生最艱難嘅日子。其實靜心咁諗一諗，生一場大病，我哋付出嘅代價遠遠係唔止醫院嗰張賬單，唔使打工嘅日子，消失嘅人工收入係實實在在嘅損失。康復期我哋要食嘅營養補充品，要護理，邊一樣係唔使錢嘅？仲有屋企嘅日常開支，養老養細，一啲都唔會因為你生病就減少。更難受嘅係，明明就係想安心養病，卻要為咗生計憂慮而無助，喺見住家人為自己奔波嘅內疚。所以我想問下大家，除咗睇得見嘅醫藥費，呢一場突如其來嘅磨難帶俾我哋最大嘅損失究竟係咩呢？